今日我哋邀請到家 Channel 微電影大賽親子組亞軍得主，分享佢嘅影片創作理念同埋對親子溝通嘅體會。故事用咗5個元素去表達愛的語言，用咗5個唔同角度同埋5個角色去演繹。一開頭用咗扭蛋同埋輪迴柱營造懸疑神秘嘅氣氛，令觀眾有啲幻想嘅空間。第一個扭蛋係服務，第一場輪迴柱執行官負責幫助貓仔小炳，令佢可以重回前世主人身邊報答佢。第二個扭蛋係支持，主角3、4歲都未識講嘢嗰陣，爸爸不斷幫佢練習發音，冇放棄，一直支持佢克服困難。第三個扭蛋就係鼓勵，用咗輪迴柱特派員去夢中安撫主角，叫佢耐心等待時機，唔好咁易放棄。第四個扭蛋係關愛，媽咪同主角擁抱就係一個無聲嘅愛，呈現盡在不言中嘅互動。最後係陪伴嘅扭蛋，即係第一場嗰隻小狗輪迴者陪住害人一齊轉世，而且再續前緣，彼此傾訴一齊成長嘅同伴。透過比賽嘅創作，我哋都得到啟示，每個人成長都會面對好多煩惱困境，要多啲溝通表達自己，唔單止可以同父母朋友傾多啲，其實寵物都可以㗎。relax 去面對問題，唔好轉牛角尖。另外一啲肢體動作都可以俾人 feel 到支持同愛，例如好似劇中咁樣同媽咪擁抱，同朋友搭膊頭等等，呢啲無形嘅語言可能更加有說服力。如果大家想瀏覽完整版嘅片段，可以喺下面嘅資訊欄揾到。